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3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咱先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伫当地时间初二暗，市区内所在极同一时间有人开枪，目前知影有2个人死亡，有真侪人受伤。有一个开枪的人随着引爆身躯的炸弹自杀，有一个人互警方抓起来，阁有嫌犯逃走。警方伫路上找嫌犯哦，伫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初二暗8点外，有几啊名枪手伫市中心、水电广场附近的教堂、餐厅、阁有饭店，伫同一时间发动攻击，因亚零级至少开50枪。奥地利当局认为这是一件恐怖的攻击，至少造成2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当地政府嘛呼吁民众尽量莫去市中心。继续来关心各地特别美国大选哦，即马是美国大选选前的最后一天哦。总统川普伫造势的时阵强调讲，有民调指出伊会选输，这是无影的代志。伊嘛批评拜登是乌金的代表政治人物哦。拜登是希望选民讲用选票来结束过去4年的乱局，伊嘛呼吁大家爱用选票互川普落台。大选前的上下尾一天，美国总统川普连续走5场造势，伊伫咧北卡州佛耶特维尔机场的造势典馆，批评民调比4年前更较无准，而且佮讲即寡假民调是想要打击共和党支持者的投票意愿。媒体逐工列出川普的罪行，煞记者报道拜登爸囝收压榨钱，中国是因上大的支持者。Joe Biden is a corrupt politician who raked in millions from China while giving them your jobs. 毋过面对美国疫情搁一届来清关，呼吁专家福奇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表示讲，美国疫情续落来几个月会搁较害。美国发言人认为讲是咧支持总统的竞争对手川普伫咧佛州奥帕洛卡造势活动典馆，支持者发出甲福奇开除。Don't tell anybody, but let me wait till a little bit after the election. I appreciate the advice. 但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是形容川普是成功的抗疫失败者，伊伫咧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造势会场，呼吁选民做伙开除川普。And last night Trump said he was going to fire Dr. Fauci. Isn't that wonderful? I got a better idea. Elect me and I'm going to hire Dr. Fauci. And we're going to fire Donald Trump. 伊伫咧会社的造势活动是讲要解决美国系统性歧视的问题。We're going to address systemic racism and build real economic opportunity of equality for the black community. The blinders have been taken off.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seen. They've seen how bad things are. 估计这届投票率会破100年以来上高，选情真紧张，竞争真激烈，而且佮传出支持者失控的行为。拜登甲贺锦丽竞选马术。伫咧德州高速公路，去互正百台川普支持者的车包围骚扰，而且伫咧德州甲加州2地，车有1000台汽车甲超过3000个川普支持者上街路表态支持川普连任。另外一方面，宾州卖清的店最近生意真好，其实受到疫情恶化，警察对会的执法过动，还有选后可能会发生暴力冲突等等的因素。美国庆记工业今年整体销售额已经创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防部公布，昨有8台中共的军机飞来咱国的西南空域，咱国的空军嘛用广播驱离。有学者分析，中共的军机飞来台湾的西南方，目的是要利用巴士海峡的战略通道来做战场的经营，搅乱咱的空防。早起某国际媒体是指出，讲美国搁暗算要卖咱国4台总金额6亿美金的无人侦察机哦，这礼拜就会正式来批准。中共军机最近一直增加扰乱台湾，国防部公布初日，总共有8架强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西南空域，包括1架运8反舰机、1架运8技术侦察机、歼16、歼10甲苏30等等的战机，总共各2架，但是拢去予台湾空军公布驱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归零。空军基于维护空权维护领空的安全，我们持续会加强在西南海空域的相关的联合勤监侦，并且会依照目前战备规定的广播驱离。我想这些标准的作业程序，我们依然会很积极的来运作。
空军强调讲，西南空气状况拢有降压，啊，毋过到10月份开始，中共军机至少扰乱台湾25天，公布距离84架以上。11月份开始是连续2天扰乱台湾，啊，若到9月16开始到达，中共军机扰乱台湾超过30摆。除了9月18、19是超过台海中线，其他拢是侵犯西南空的防空识别区。专家认为讲，中共军机一直出现伫咧西南空域，解放军应该是想要透过巴士海峡的战略通道来进行战场的经营，嘛会当收集海底地形等等的资料，以后嘛通好战南作战。巴士海峡因为它的海域比较宽广，而且更重要的是，巴士海峡南方的菲律宾因为武力比较弱，所以没办法像武力比较弱，所以走巴士海峡对他来讲相对的比较安全，可以同时让他的反潜机去收集跟反潜作战跟潜舰活动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海底地形跟以及相关的水文资料。而且，就伫咧初2早起，中共军机扰乱台湾了后，美国军机P8的反舰巡逻机嘛出现伫咧巴士海峡，互相比拼的意思真重。军事专家嘛认为讲，共军伫咧海南岛设航母基地，就是想要来经营南海地区，而且会当探电兵的时阵骚扰台湾的西南空域，而且嘛有向美国示警的意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东北风继续增强，北部、东部会落雨。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东北部地区佮大台北山区雨会落较大，花莲、台东佮恒春半岛卖落雨。其他地区是侪份好天的天气。气温方面，因为冷空气增加，温度上低大约是20度到22度。另外，轻度风带闪电伫即礼拜5、拜六上挖进台湾，可能会通过巴士海峡，也是恒春近海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花莲、台东地区可能会落大雨。另外，闪电风台的路线若属较偏北边，有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台湾。目前气象局嘛，会继续观察。因为最近靠花的外潭是欠水船拢无法度开，有真侪船拢变甲旧凹旧臭。风景管理处是表示这款的船只目前有18只，船主嘛拢已经申请要停止来使用。南投县的农业处是表示若准是无牌的一寡船故意偏伫遮，卖来追究相关的责任。伫咧日月潭伊达哨码头附近，有2、3只船看起来已经趴远真久，而且船看到真久，甚至有的已经生青池，而且嘛无骹路会当行。咱若这是已经向日月潭风景管理处申请停航的船啊，目前有18只左右。不航行的大概是有18艘，没有申请营业使用的小船，但它是领有牌照的。我们就是规划了，我们日管处所谓的停航专用码头区。那未来的浮具，我们也会先跟渔会协商，然后请他重新盘点是不是有没有登记的浮具。日管处指出，免过较久或者是停航的船啊，因为晓伫咧伊达哨码头附近，影响到航行的安全，甲风景区的景观。106年的时阵申请停航的船啊，集中放伫咧日月潭3个所在，目前无违法的问题。南投县农业处表示，若是无牌已经废弃的船啊，会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虽然这些渔船因为也有些老旧，所以在外观看起来比较像让人怀疑是废弃。如果我们查明这些都不是废弃的船只，这些都是有牌照的渔船。南投县农业处表示，日月潭的水位下降，确实有部分的船啊靠搭，只要有监理执照的，拢无算是废弃的船啊。因为主管单位台电有做总量的管制，目前一只船屋市价差不多是200万左右，一般的底牌也嘛有10几万。若停航较旧的船啊，大部分是船主想要等有较好的价钱才要卖。若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希望台电、南投县府，还有日管处有共识，才会当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自由时报。彰化县一个查甫人今年的5月份赛车经过大春江启动着一个铁桶啊，一堆白骨是拉出来，警方嘛敲到一张假照去查出一件16年前的命案。再来看中国时报，国家语言法典法规定，为111学年度开始国家语言来做固定的课程。目前本土语言国小是来做必修必修，国中是选修。教育部召开的课审会要调整108课纲，国中分组是提出无要支持国中3年拢爱必修本土语言，也毋过这条案无通过，有4名委员辞职，嘛造成课审会暂停运作。
再来看联合报，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国内今年97处地案件有较少。经政署是统计，今年9月底之前只有64000多件，是18年来上少的一年。也毋过，啉酒赛车伫24点钟内拢死人的案件，数有111件，死亡人数有112个人，拢是最近6年来上济的一年。再来看无薪假的薪水补贴，也是劳动部安心就业计划哦。原底今年底特别到期，也毋过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劳动部是宣布讲，劳工一直到明年的6月30，拢会使来申请无薪假的补贴。本地6个月补贴嘛要放任到上济会使申请12个月。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行各业，劳动部为年初度开放无薪假劳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也就是安心就业计划，每人每个月上济领1万元，计划到12月底为止。不过，即马劳动部宣布计划延长半年到明年6月底，劳工申请的上限也为6个月又增加12个月。减半休息的状况虽然已经每月递减，但是还是有。大概都还有1万多人，我们考虑到，因为其他国家还是蛮严峻的啦，也认为说应该把这个安心就业这个协助措施再延长跟我们特别条例的期限一样。目前全台有13000多人咧放无薪假，劳动部统计，本礼拜增加30间企业719人通报无薪假，继续叫来减帮休困劳工，人数小可下降到8000多人，不过也有近半数集中伫化学工业。现时做衫做野厂受到产业链冲击，伫出版广告行销方面也比顶一期增加将近100人。因为你疫情的关系，你的这种活动的展览。会展的这一块，就是举办活动的这种公司，还是会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航空旅行社分别各增加560人通报无薪假，运输长途业有44间，机关服务业有74间，观光业有关是无好。劳动部各延长薪资补贴期限，应协助劳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个滚价，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4700万例。120万人死亡。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新增加5个病例，目前是563例；中国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5300多例，日本超过10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955万例，印度嘛已经超过822万例，巴西超过554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西班牙是超过131万例，法国超过145万例，英国嘛超过100万例。再来看欧洲第2波的疫情长得严重，英国、德国、法国相关的管制嘛拢在规划。甲以早无共款的是面对这波疫情，高中以下并无停课。伫法国一寡较重要文化界观光嘛是有条件来开放。为首都巴黎到西南部大城波尔多，礼拜6期间原本真闹热的街路，伫第2遍封城令10月29号半暝有效了后，变甲真冷清。街路上接近的环境往往比过路人较济。德国甲英国嘛先后为这个月初2甲初5执行类似的防疫管制措施。经过路透社整理各国统计数字，欧洲已经煞伫拉丁美洲甲亚洲后壁，累积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伫礼拜6突破1000万人。路透社报道指出，欧洲人口占全球差不多1成，但是累积确诊病例数占全球达到22%，死亡病例也占全球的23%。同时，伫过去1礼拜内，全球新增加330万确诊人数，欧洲就占差不多一半，凸显到疫情伫欧洲的严重程度。针对第2遍的疫情，法国启动的管制措施一定维持4礼拜，暂定到12月初1，甲3月、5月第1遍的封城无共。即届互高中以下各级学校维持开放，以免课业进度差伤济。但是学生囡仔强制挂喙罨的年龄，为顶一届11岁以上改做6岁以上拢爱挂喙罨。另外，音乐会甲舞台剧的排练，还有拍电影也温存开放，来维持文化事业的生存。英国第2遍封城也排除各级学校，但是餐饮业也是敢若温存炸出去甲外送。大卖场除了生活必需品，其他商品会买伫未来1个月拢列入禁止的项目。If we ensure that all the steps that we're taking now are taken appropriately, we'll have an opportunity in advance of December the 2nd
to review the progress that we're making. 英国媒体的报道指出，12月初二了后，会看各地疫情状况，采取无同的解封停时。但是伫德国方面，封城令会比英国提早3天，伫这个月初二有效。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台德国之声的报道是讲，中央的联邦甲各邦的地方政府一定伫封城开始的10天内，评估是毋是需要更加严格的管制，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伫12月初，看各地感染率的起落状况，逐步放宽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欧洲第二波疫情是真紧张，英国有媒体就指出讲，威廉王子捌伫今年4月份患着病毒，有伫袂当喘气的镜头，情况是真严重。为了避免引起社会紧张，并无公布疫情。英国王室针对报道的内容是无要评论哦。另外 ，WHO 秘书长谭德赛嘛，因为甲患着病毒患者接触，目前嘛喺隔离中。不伫疫情当发生的时，气象指控维护中国引起争议的世卫秘书长谭德赛，礼拜透过推文证实，接触到新冠病毒检测是阳性反应的人，毋过伊目前感觉真好，无出现任何症状，所以来几天会家己伫厝隔离。按照 WHO 的规定，伫厝内做工课，伊嘛强调讲，遵守防疫规定真重要，安尼会当帮助阻止病毒传播。而且英国媒体是引用肯辛顿宫的消息来源指出，威廉王子捌伫4月份治病，迄当阵王室考虑到威廉王子是王位的第2顺位的继承人，为着避免外界影响，所以无公布相关消息。威廉王子伫咧确诊了后，就伫诺福克郡的厝内进行隔离，接受王室医生的治疗。期间，佮捌透过电话甲视讯参加14项活动。毋过，伊佮捌病情变严重，喘气有困难，引起厝内的人甲4科维亚人士的惊吓。若是威廉的爸爸查尔斯王族，捌伫咧3月2号公布确诊，两个人治病时间真短。威廉王子伫咧恢复了后，就开始王室的活动。捌伫咧9月份甲凯特王妃去就业中心甲清真寺。目前英国疫情佫探翻头，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00万。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嘛超过4600万人，治病死去的要到12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土耳其西部发生大地震，到达上无有75个人死亡，有900多人受伤哦。毋过嘛有好消息传出来，就是讲经过65点钟，有人获救出来。搜救现场传出破壳声，阁有一个受困者获救出来，是一个3岁查某囡仔。因两蕊目睭是天互金金，规分丝拢是涂粉，已经受困伫咧床仔阁有下片下底超过65点钟，身体真虚。救援人员用锡箔纸甲伊包咧，互伊保温，赶紧送去病院急救。伫这进前有一个14岁查某囡仔，嘛受困58点钟获救出来。还阁有一个受困33点钟的老阿伯，甲一个因为医治受困的救援人员，嘛小连续获救出来，拢总救出超过100个人。Currently in 6 different sites, we are running our search and rescue activities in 8 blocks, 8 buildings. Until now, we rescued more than 100 people from the buildings. 当地时间3日下晡，发生伫咧爱琴海东北边规模7个地震，伫咧希腊塞摩斯岛、甲土耳其伊兹米尔市，已经夺走至少75个人的性命，造成要1000人受伤，还会引起小型的海啸。土耳其第3大城伊兹米尔市有10多栋建筑物全倒。土耳其灾害应变管理署呼吁民众唔通进入任何受到损害建筑物内底，要承担官方评估安全性。目前部分放弃的所在已经完成搜救。伊兹米尔市区一个临时的庇护所，内底会当放3000顶的布棚，还阁有13000顶的眠床，已经开始收容有路无厝的灾民，而且各地管的物资嘛偷偷溢入来。那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政府决心伫咧大雨还阁有寒冬来临进前，要甲伊斯米尔市兄弟姊妹的创伤治疗好势。土耳其境内长暂交叉，属于较高发生地震的所在。1999年2届的地震，伫咧土耳其西北部，都捌夺走18000人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世卫的秘书长谭德赛，因为接触到患着病的人互隔离。我感嘛真关心讲接触的对象敢有世卫的员工哦，总部敢是有疫情。世卫的官员是强调讲，目前总部并无出现疫情。再来看，伫阿富汗的喀布尔大学传出受到攻击，至少造成22个人死亡，大部分拢是伫教室内底学生。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组织伊斯兰国是讲，这是因发动的。
再来看美国总统大选，伫11月初3要来投票，全美国已经超过9500万的选民提前投票了，差不多是2016年总投票人数的7成。上新的民调，拜登目前伫全国民调是领先川普。再来看美国大选哦，按算的伫台湾时间初4就会有结果。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哦，不管是谁当选，台美合作拢会继续。也毋过哦，若属是拜登当选袂武器互台湾的决定，可能就会签掉。美国大选进入最后阶段，台湾如何应选选后新局势？七日早起，外交部长吴钊燮到立法院备询报告台美关系发展，强调无论结果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执政，台美继续维持良好关系。不过，伊一句话雄雄讲出交接期，引起外界又来又去。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交接期，而且在交接期之后。也会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主要的这些决策者才会完全就位。如果那个有政权轮替的话，当然会有交接期。但是如果说政权没有轮替的话，我们会跟川普政府维持原来的这种非常良好的这种关系。美选结果朝野高度关心，吴钊燮表示，外交部其中一种评估，认为美选了后，美国有一段无确定性时期。中国可能军事威胁台湾，那民主党拜登当选，军事决策官员人数无决定，也可能延迟对台军售。这个军购案会不会因为选举过后会有所改变？说如果拜登上任的话，可能会因为人员还没到位，会有所延宕。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是台湾最危险的时刻因为中国大陆可能会趁机攻打台湾，我觉得有待检验，在选后会陷入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土耳其大地党总统埃尔多安推特发文，感谢台湾协助，打出10几个友好国家国旗。外交部证实中国施压，地数因修改大文，贴下台湾的国旗。所以确定中国有向土方来打压。是我们的情资是显示如此，不会因为中国打压就阻挠了我方对土耳其的协助，没错吧？不会，我们不会停下来。吴钊燮表达遗憾，不过强调台湾依然坚定向国际社会提供引导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马来西亚查某大学生伫台湾被杀害，外界嘛开始检讨学校跟警方的通报机制，甲代志发生的所在灯光的问题。有学生也是讲附近拢乌麻麻，无啥物路灯。也毋过市长黄伟德是讲只有2盏的路灯无光，互学生也是感觉真不满，讲要罢免市长。黄伟德昨嘛亲身到现场去了解。因代替桥卡的便道向前行，一路的火势更死时，伫马来西亚查某大学生红台了后，路顶就全部拢关起来。毋过代志发生进前，伫共一个所在，嘛有女大生嫌马去用掠去。学生指出，这个所在至少到2016年开始就乌疏疏。毋过台南市长黄伟泰接受访问时阵，说讲敢若2拍袂倒，学生呛声讲要甲罢免。我们现在学校周边都要巡视啊。是。好吧，因为就是这样子才回应民意的。但我已经被订了满头包了。黄伟泰亲身甲归仁区的区长和公务局做回来便道视察，嘛搁一个比对警方迄天的录影画面甲台电的通报资料，确认现场确实敢若2拍路顶袂倒。伊表示市府袂暗号台电的人员，嘛无希望因为收过头情绪，转来误毋到重点。除了暗发环境有争议，校方嘛伫咧检讨校安通报的责任。校务长甲校安中心的主任2个人是清晰。我们校内也非常的自责，所以我们也展开检讨。那学务长其实在第一时间已经向我们校长请辞。那我们会从晚上6点就会开始，从校内到校外，居民跟同学们会经常使用的路段，我们都会有巡守队。警政署初日嘛召开全国校园安全维护实施会议，署长陈家钦强调讲，若是阁发现有任何暗坎无报的人，相关干部全部拢要处罚，严重者需调整职务，绝对袂当搁接案。那这个案件被社会各界所批评的，没有办法谅解的，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在批判，就是我们在受理的过程当中有重大的瑕疵。若是因为案件调一个归仁分局长，杨庆如是专任保安科长，原本的课是由麻豆分局长洪定德来接任，嘛影响5个高阶警员调动。若是台南市警察局长詹永波家己要求处分，黄伟泰表示，等代志处理到一段落再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马来西亚的查某大学生去互杀死，行政长苏贞昌昨是公开向假死者的家属回信的，嘛要求讲要谈判凶手，因为伫9月底学校嘛险发生代志。内政部长徐国勇是表示，学生有报案，严格警方所无开3连单，听书有问题，会追究相关的责任。教育部嘛表示讲，学校无通报，卖来调查。发生了不幸，深感遗憾，而且我们也觉得对家属非常的抱歉。这一个歹徒一定要严惩，要把任何治安的死角给消灭。马高女大学生伫台湾被杀害，行政院长苏贞昌向家属回信咧，要求爱处罚凶嫌。各会也拢伫注意到案件后续发展。国民党立委质询徐国勇部长，批评治安汇报超过1年无召开。马来西亚出事的立委罗美玲质询的时阵也后庭，要求爱保强社会安全网。而且难过了很多天。学校如果有请求或者同意的话，那我们警察就可以进入校园来做相关的一些校园维护安全。学校外面的热点都要加强它的巡逻的一个密度。行政院治安汇报的召集人叫院长，副召集人叫副院长，执行长是谁？执行长是执行长115就是你。你们已经1年没有开了。9月底，这间学校原来有女大学生伫同一地点差点去用掠去，但是报案了后，规人分局却是无开3连单。徐国勇特别承认听书有缺失，分局长已经调离现职。校方面无依照校安通报规定，就是通报。教育部长潘文忠也讲谈话，要找专人小组调查失职人员。是学校轻忽了但未去执行通报，教育部会依照相关的这个规范来予以处分。马来西亚网友甲政府拢真关心这个案件。马国外交部伫7月罕见发文，呼吁所有伫台湾求学的马国学生爱谨慎甲健康，注意安全。就提醒说，晚上出门尽量多找几个伴。这几年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开一个行前讲座会，就提醒大家要怎么防身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注意。对于立委批评行政院治安汇报超过1年无开，行政院是回应，国内疫情稳定，会开始看需求，有必要就调开。记者综合报道。这项3倍券对7月份开始实施，有成功来带动咱国内的市场。明年9月是搁发的，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这个爱看国内的外疫情的发展，才通好做对策。3倍券效益渐渐浮现，经济部长王美花在去立法院备询时表示，加上其他部会推出的刺激方案，有希望超过原先设定1000亿商机目标。3倍券有算经费510.5亿，如果会当创造1000亿的商机，另外安心旅游有算，大约90.6亿会当创造观光效益635亿，佮加上农游券嘅放券、同资券、客层券等，合计会当创造超过1790亿商机。还有各部会的这个安心旅游还有这个易放券等等，这个的加成效果目前是远远高于1000亿啦初步看起来是有高达1700多亿的效果。那至于明年有没有需要再做什么样的措施那这个各部会看整个国际的情势、国内的情势再来推。另外，明年敢是有机会再推出另外一波振兴券，刺激经济成长。部长表示，爱看国内外疫情影响，针对定期指挥中心规划，将由外交泡泡的模式推出经济泡泡计划。王美花强调，今次会当免度过24天，也来评估可行性。初步规划入境上户人数只会当小范围进出。那要件是要严谨的，那另外人数不要多，那范围不要大，严谨，但是必要性的部分还是应该让他来这样。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特别出来，今次影响台美之间经贸关系。王美花表示，台美已经启动经贸对话，大选了后会搁进一步，就算是未来选后有变化，总统府顶礼拜六已经召开国安会议，捌做过事先推演，经济部会依照总统府所定的计划进行台美经贸对话。记者综合报道。有几名在野党的立委提出学校卫生法修正草案，要来阻挡美国猪肉进入校园。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昨日针对法案一条一条审查外口嘛有家长团体抗议，因诉求要有明确的法律来禁止学生伫学校袂去食到有散肉精的猪肉。
全国家长会联评定团体组织伫立法院前大声抗议，并且伫边仔宣布立法院教育甲文化委员会的审查过程，希望通过学校卫生法第23条修正草案，命令学校供应审视10大禁止使用含有乙型受体素的鸦片甲钢片，并且订定相关法则。如果闯红灯不戴安全帽没有罚则的情况之下，大家还会不会这么做？所以因此法源罚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学校卫生法就如同2015年基改一样3读通过，我们很恳求立法院能3读通过学校卫生法第23条。如果真的要做一个所谓的改善的话，为何不将它纳入，直接从法律面去修正？教育部以一张高分禁止内地进入学园，不过家长认为需要有法源依据。国民党甲民众党立委也教长相关认为，无明确的法源禁止，就像无喙齿的虎，无法度真正确保学生食安安全。不过教育部长朴文忠表示，营养午餐与国产法的关节已经明文列在法条中。那么行政院尤其会在110年再增加预算，每个学童从原来每餐的3.5元提升到6元。总预算也增加到20亿。我们会在食安法的授权之下，订定我们的 MRL。那至于有关消费的行为，那就要消费的行为做管制。会期进行8点钟，调野几啊摆的激烈高手，针对23条之3营养午餐采买客约中，敢要载明含乙型受体素伫现场烈阳流的反对决议无通过。学校卫生法23条修法，敢是禁止乙型受体素执法，是教辅院会协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新竹百货公司内底囡仔游乐场发生一只囡仔佚佗大头母去互内弄的锁挂一个灯去，虽然后来大头母是有接转来，也毋过还未确定讲功能敢会受到影响。市政府嘛随着要求业者爱先封锁这个出代志的设备。伫新竹百货公司内底大型游乐场，伫10月7号传出镜头断去的代志。一个妈妈带10岁查甫囡仔去佚佗，想袂到查甫囡仔为处理笼溜来了后流血，工作人员简单处理，协助叫救护车送去，到急诊才发现查甫囡仔大头母讲有一只去游断去。医生打开伤口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小朋友的左手大拇指整个断肢，然后我就晕倒在地上，我就痛哭。他的溜滑梯左边的那个位置真的很危险，接缝是有那个缝隙的。手术接断的，暗过神经受损，恢复状况爱阁观察。查甫囡仔妈妈表示，业者只讲看保险安怎赔。民代接到陈情到现场勘查的时阵，游乐场处理拢封锁，暗过专管游园继续营业。处理拢两边无对称，推测查甫囡仔手镜头都是被倒边空盘塑胶锁挂断。溜滑梯的这个缝线，长期的这个重量压制，它这样子缝线的松脱，4年来都没有人发现吗？事发后，我们也再继续进行联合稽查，我们有会同的相关单位，像我们也会同消保官去做现场的查核。新竹市政府回应，已经要求业者封锁处理笼，一直到确认安全才能开放。不过，民代质疑国内游乐场无统一管理单位发生意外，游乐场伫商场内底，组织单位是经济部商业署。公园游乐场是属于营建署，游乐园是观光局主管，无统一检查标准，比查比例也较低。呼吁政府应该全面清查，避免佫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提醒民众过车路，就爱专心哦，莫一直看手机啊！新北市政府就伫捷运的府中站出口试办过路车顶的广播，咱嘛做回来了解。各位大人，过马路不要看手机，谢谢。行人行过车灯倒起来，同时传出囡仔的声音，不少人外头看，原来是交通负责的讲话。这是新北市政府为了提醒民众过马路无做犁头族，新设立的小绿灯广播装置。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因为还有回头看一下是谁在讲话。应该是会有啊，就是说这样会比较安全这样。装置举办2礼拜以来，民众普遍感觉真新奇。新北市交通局表示，这是配合交通部选择路口安全新增的广播设备，先选伫府中路甲冠民大道口试办，考虑交通开放场合，莫受侪干扰。广播只伫行程行过，车灯倒起来时阵播一摆，有3种不同的版本轮播。主要考量是希望说，交安的宣导可以让它稍微活泼化。那因为族群有很多，透过小朋友比较
比较温和，比较大家同趣，那大家可能会特别会去留意。新北市配合全国路口大执法，9月份处理2万多件路口违规事件，处理件数比8月增加5000多件，路口交通事故按年减少91件。即马阁首创全国会讲话的小绿钱，希望会当为有风来进行。小绿人的唱歌是宜兰县政府创成立，伫宜兰火车站前马路口，小绿人灯号拄起来到下晡。宜兰县政府自创的安全宣导歌曲，呼吁用路人过马路爱行斑马线，骑机车爱拍方向灯。地方政府各自触礁，希望路口更加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2020年台南的路车太子文化节，伫10月底举办。今年特别使用2万斤的米制作2只米龙，会使讲是目前南台湾上大的。希望透过米龙的祈福仪式，会使替地方来消灾解厄。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甲主办单位替米龙开工点眼，2020路车太子文化节正式开始。其中上惹人目的是用2万斤的米去做的小米龙，会当讲是目前南台湾上界大只的。伫台南市内底的米龙做甲安尼吼，是足少看到。这道种目前伫台湾全省所制作的米龙是上水的。这米龙有一定的会当接地气以外，会当用上冲吼，有一定的功能甲效果。这是历史传统以来。用2万斤的米，佮用金箔来装做龙的人，金饰是真壮观。除了有祈福的意义，更加是有艺术的价值。开工点眼的时阵，先用法鼓讲24响，吊车随龙降临，刷落来照顺序点龙头、龙耳、龙眼等等10个部位，完成开工仪式。咱2万斤这个米量是奉咱太子爷公的指示，按旧年就开始这计划啊吼，咱这个后会都办在咱这安平海边啊这个好地理遮吼，甲这个疫情会当安尼顺时甲伊送出去，互咱国泰民安、寿寿无灾安尼。除了以米量祈福的方式替地方祈求平安消灾，活动结束了后，主办单位嘛甲这个米分装做4000包，捐予有需要的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的玉仔哦，除了水啊，阁有啥咧？即马当地有一批饲上百只台湾水鹿的牧场，嘛甲附近的古迹做伙要来规划，想要来发展社区的七旅游哦，咱做伙来看卖。台南玉井旧名大巴尼，当地有丰富的人文历史，阁有一间牧场饲上百只的台湾水鹿。这水鹿采取放牧的方式，有大片的空间自由活动。米时就伫外口草地休困，无甲水鹿关条条。大外口放牧方式，可以有足大的空间，可以有营养吸收阳光，可以当伫外口种来种去，安尼对伊来讲健康对咱人工方面饲养也是相当的好。柯海良参与社区发展协会，甲德维亚庄内较接近本所的地点，并互清气做公园，互居民有倒运动、休闲。柯海良阁按算开放牧场，推出一日旅游，吸引游客到岛。这个构想就是讲，咱甲主业社区一日游的景点，我遮要供应，互咱主业社区管理讲，是讲，互咱一般的民众，小朋友会当入来，加入这次，直接加鹿啊，共有会当直接饲鹿啊，个看鹿啊整个生态上。台南玉井有深久的历史景点，像甘家古厝，阁是大巴尼事件的发生地点。即阵阁有水鹿牧场开放观光，吸引游客，带动发展和社区活化。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中市的中央公园哦，内面有12项互动的设施，也毋过都民众发现讲体验区的解说文字下面有一排哦，是要互目睭看无，是将这用手摸的点字，也毋过摸起来所拢是平，是将这根本就摸无。市政府嘛回应表示讲会来检讨改善。小可青青的底水伫日头骹金闪闪，背景就是网友口中的爱琴桥。这个所在是台中水南经贸园区的中央公园，其中一座地方池就是翕相的热点，吸引不少民众来遮取景。也毋过边仔解说牌，民众伸手一个摸，感觉怪怪。完全是平的，就印刷的东西而已啊！这个太离谱了吧？
详细看下边要互视障者使用的点字区，规个拢是平，望袂出倒也无共。民众感觉奇怪，这种的解说牌无法度发挥作用，对视障者来讲真无优先。没有可以有指引的方向，跟他讲说，这个说明是在这一个块，这个区块。除了讲1、2、3、4、5，迄这个望较有村的嘛是唔知啊，比如讲国字嘛唔知啊。吴小姐讲，因为家己是属有重度弱视，点字伫生活中袂当减少，若做环境无够友善，差不多无法度行动。另外，解说牌设计伫花草当中，也是头前都有几坎楼梯，就是无导望庄甲无障碍路面。虽然讲也伫咧试营运阶段，但是园区袂少所在无障碍设施不足，也互身心障碍朋友心内惊惊。他们那时候在送书图送诊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字啊。那可能厂商在大图输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它有一些高低起伏。那至于坡道的部分那我们会适度的去做那个边坡的一些微缩。台中市建设局表示，27公顷跨下场公园有设12位互动式区域，互民众会当增加甲公共建设的使用。但是目前12区的解说牌拢有这种的问题，除了请厂商用更帮点字进行改善，原来会配合地景增设无障碍设施。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超过100年的嘉义公园，市政府宣布讲要整修而且对11月初2开始，公园就袂使摆档啊。警察嘛开始赶人，无济是先看到讲袂听，就会开罚单咯。早起时的嘉义公园，真侪时代会来甲遮运动。公园入口的所在，有一寡摊贩会伫遮卖农产品。来运动的时代要转去厝进前，嘛会顺续买一寡菜。但是今仔日开始，嘉义市政府要以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要求遮的摊贩离开公园。规划一个环境，让我们有一个摆摊的这个环境又好管理，然后清洁方面也比较好管理啊。哎，民众要买菜，老人家买菜也方便，彼此互惠嘛。我来运动，顺便可以买一些他们自己种的，或许买到我都是有机的。好，那我们就是顾身体，然后又跟这些农民有没有，就是照顾这些农民，我觉得很好啊。因为跟疫情的关系，他们也没有什么工作做了，给他们卖好了。嘉义市政府进前才宣布要开2500万，修整嘉义公园一寡设备甲环境，而且要求遮的摊贩在1月2号开始袂用搁伫遮摆档。早时市政府人员甲警方嘛来到现场，要求摊贩离开。再这样挖一个，人家一上楼梯都空堵了，都完全跑了。来公园这边的那些农产品需要的话，应该可以跟我们这边来接洽，然后我们辅导他们到正常的那个市场。讲这边菜你感觉好无？好喏。怎讲哈？阮这卖菜你有反应无？啊，要食，咱食赢的就甲买，啊食袂赢咱就卖买。啊无透早去到东市。嘿，啊这量就是需要去菜市啊，啊菜市啊随便去袂使啊。有民众支持市府的做法，嘛有民众同情摊贩。市政府表示，虽然这个档对住伫附近的时代真方便，但是按照嘉义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公园内底就是袂用有商业行为，会阁思考看要安怎辅导这个摊贩，互因找到合法摆档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年新北市社区营造的新果灯是以趣味的厝边做主题，邀请随访邦家社区甲大家来分享，那么做回来听看卖。详细解说台湾乌头团迄段历史过程。把我们矿坑里面的风吹抽出去，用抽的，抽出去以后，新鲜的空气都递补进来。今年新北市社区营造展览，总共邀请35座社区，来自山边的炭工、解说炭坑的路线、通风系统，嘛互民众体验地工作无啊乌头团感觉。早期的土炭，台湾无土炭是袂使的，国防、交通、经济、民生拢嘛靠土炭。啊，土炭是阮这老矿工用性命对土骹甲换出来，所以这个历史阮也袂使无甲做起。有平均一岁75岁老炭工，要来自三支的青年乐团，用音乐小盖三支。我学10几年了，然后我觉得可以用古筝来推广我们的社区，而且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台湾过去是佚佗面的大港大国，也有一段芭比王国的时期。泰山就搁是农业社会的时阵，大家拢是种田嘛，但是有一个美林工厂伫泰山，带泰山的经济的进步介济，大家泰山的人拢就感谢这个娃娃产业安尼。就是身为一个新北的市民，但是以前都没有好好去用心了解这些事情，然后其实很多元，也很值得被关注，然后我觉得也很需要我们持续的投入。今年要规划3个主题的静态展览，有山的册房、海的厨房、城的饭厅，用过关的方式，和民众拿耍拿熟悉新北人的厝边秘密。尤其展览也有多元的文字标示，显示出族群多元融合的面貌。为即马开始到11月初8，伫空军3中1村举办。记者杨淑静、谢桂林，新北市报道。所以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位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杨国武，伊伫18岁时阵，和政府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关起入岛。杨先生讲伊自细汉就爱看戏、写剧本哦。若是无发生这个代志，伊是毋望家己会使成为一个戏剧家。那么，做回来看伊的故事。70当前，差不多嘛是这款黄昏红霞景致。杨国武伫咧绿岛新生奋斗厝强制劳动过一段落，返去牢房，伫家面床卡的 violin 摕出来下一条，可将脑子气，风声之决，烧透满腹的心酸。杨国武伫伊18岁时去互警总伫册包内底抄到战争和和平，也有土地改革的册，转去防伊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判去绿岛关10年，一直到伊28岁时才去互放出来。我出来了嘛是去国家档案局找资料，有关于我个人的安尼记录正本。杨过你今仔日偷讲2本话，今仔日啊烫车我摕无穿衫，拢甲你写呢。一本遮厚的迄个，敢若日记就对，迄嘛拢影出来。参加了后，杨国武调整心态，对小生意做起，率来开纺织厂、制药公司、生物科技公司，搁要入选全国10大杰出的企业家。伊伫咧伊68岁时，开始甲伊超出的历史真相写出来。即摆毋是讲要有心情讲要来报复啦，要安怎无，拢无，已经是作平时。像这个真相，历史的真相。真相只有一项尔嘛，莫搁看，伊硬看，加害者无半个，加被害者是，台湾总拢是被害者，安尼都毋对啊。每年杨国武就90啊，即摆伊头毛喙鬚白，目睭也蒙雾啊。伊讲，若阵人生毋捌发生白色恐怖，伊会是一个戏剧家。用戏剧来演悲剧，10分来讲一个故事，8个故事把这个拢甲串联起来，用 musical 哈。我哎呀，我心是这个也无机会通吼。虽然无法度伫台顶的台湾歌谣，甲伊的老师简国贤先生伫咧228发生以后，袂赴搁再搬合做壁的这出戏，互人看到社会上善者和好假的命运是天差甲地。毋过行过遮的风风雨雨，伊简单毋望时势会当透过伊的册，对白色恐怖有搁较全面的认识。记者阿敏真由随台北报道。咱个来看，新加坡最近是设一条为市区往来樟宜机场的通道哦，民众除了会使骑脚踏车到机场，然后还有一个侏罗纪的步道，会使看到20只恐龙的红仔，咱做回来看卖。新加坡这条3.5公里长的自行车道真无够，无论是大人甲囡仔，若是来到这，拢会停落来，甲恐龙做伙翕相。这条电一大只开通对新加坡市区
通向中义机场的自行车连通道，包括一段超1公里长的侏罗纪恐龙步道。沿途是设22只，包括9种无同种类的恐龙雕像。上大一只是17公尺长、4.5公尺悬的雷龙，还有嘴开开若像要咬人的暴龙。嘛有打不出来真古锥的恐龙仔囝。来这佚佗的游客，唔但会当翕相，更会当学习甲恐龙和机场有关系趣味知识。I think they are beautiful, really. Yes, although they're not real. But it's something new. I think it's nice, yes. Oh, it's very fun. Yeah, because my kids like dinosaurs, like most of the kids, and he know a lot of the species. So while he walk along, he will try to name all the different type of dinosaurs. Yeah. 目前这条步道已经成做亲子家庭伫咧拜六礼拜去佚佗的好所在。负责营运的中义机场集团是表示，希望这条侏罗纪步道会当提供予民众无同款的机场体验。未来民众会当直接骑脚踏车来机场坐飞轮机，希望会当进一步促进国际旅游观光。若是甲连通道相连的中义机场航厦，内底有设脚踏车的停靠区、餐厅，还有附近通好洗身躯的设施，而且嘛有脚踏车出租店，方便车友来使用。大概上长会当甲脚踏车停伫机场10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最近出现一种无人的餐厅哦，餐厅内底拢无座位，只有厨房，阁有师傅，所有的餐哦，拢只提供线上点餐外送的服务，嘛减少真侪零售阁店租的费用。咱做伙来看卖。一行入去，看到总部师伫咧料理正无形，搁再向内面行，也是灶骹，拢无人去坐食的所在。这间特殊的餐厅伫咧东京木黑区一栋商业大楼内面，当时有4个灶骹拢伫咧串食，因无所在互人去坐来食，只敢若接网络的订单。受疫情影响，真侪餐饮业者无法度搁负担正贵的店租，拢收起来。即卖有一寡强项概念的餐厅，毋但省人事成本，租金大概公价出，差不多会当省8成到9成的支出。因为无传所在互人去食，所以伫日本改叫做幽灵餐厅。今21キッチン中19キッチンが埋まっております。一定数のオーダーボリュームが出るところをターゲットにどんどん施設拡大をしていこうかなと思ってます。有一寡餐饮业者甲其他业者最近做一个空间，家己伫家己的所在设立灶骹，甲外送餐点的平台合作，用网络订单方式出餐。也有真侪公司是最近用一间灶骹，伫东京港区就一间灶骹内面有13间餐厅，包括中华料理、韩国料理。会当制作出70多种的餐点，因为这种餐馆无消费者，就算是无做过餐饮业的人，也当材料传传的做好了就出餐。内面有休困的所在，无共餐厅的人伫咧遮会当最近开发新菜单。薬膳がゆどこがいいのかなって話はしてるんですけど。开发的新菜单拢是针对地区内无的物件，亲像是啉酒醉第2天会当食的蛤蟆汁地泡饭。若是新料理销路无好，会当随对菜单内面提掉。伫咧疫苗量产普及进程后，疫情时代毋但是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也互各种产业转变新的模式，继续伫咧疫情中求生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最近决定要甲未来的月球跟火星计划中，太空人甲地面阁有太空站的无线通信基础的建设，交予芬兰的通信设备公司 Nokia 来负责。美国伫1960到1970年代推动的登月计划，以古代神话太阳神阿波罗来命名。到21世纪的重返月球行动，就用神话内面阿波罗的双胞胎姐姐。月娘之神提亚米斯做计划代号，随着科技的进步，除了火箭的杀力更加强，各种数位科技也比迄当阵阿波罗计划时代进步真多。专家讲，登陆火星较困难，所以人借着重返月球累积经验甲技术。Approaching the moon, we see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Artemis and Apollo. Instead of requiring Orion to serve as an expendable lunar command module or to carry a constrained lunar lander, the Artemis missions will take advantage of a different approach, pre-staging. Everything needed for lunar missions will be positioned in advance by commercial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伫咧亚体面试计划，各种设备甲器材，会依照需求分别装伫咧地球的表面甲地球的表面，国家太空船甲中继站会分别设月球甲地球的轨道。We also asked our commercial lunar payload services partners for bids to fly a sui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yloads to the moon in 2022 that will help lay the foundation for human missions to the lunar surface. Next generation lun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main objective for returning to the moon and preparing for Mars. 根据 NASA 所提出的需求，这款通信只要4G 的便款就用的。不过 Nokia 无可能直接将地面的设备搬到月球或者是太空中使用，因为太空内面的温度有可能会低到摄氏零下几落十度，甚至是零下100多度。而且自地球到月球会有正大的冲击力。要如何保护精密的电子零件正常运作，是 Nokia 面对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受到东北风影响，东北部个大台北山区雨会落较粗，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嘛会落雨，其他的地区是一份好天的天气。咱做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